嗱，最攞命咧就係推住嗰個咧就已經寒晒背，自己行路都有問題，跟住坐喺輪椅度嗰個咧仲鋸咗對腳。97歲咁啊，佢成日話佢自己聾，其實邊個係聾咧？同佢傾偈嗰陣時，佢都唔知幾精靈，跟住佢數1、2、3隻，佢又數到出。香港同埋澳門咧，其實已經成為咗世界嘅長壽之都，喺全世界裏邊排行咧數一數二噶啦。有陣時我哋喺街度咧都好容易見到一啲咧就係70幾歲推住個90幾歲嘅出街，咁啊推住冇所謂咧，最慘就係話咧推住嗰個咧就已經寒晒背，自己行路都有問題，跟住坐喺輪椅度嗰個咧仲鋸咗對腳。我成日咧就鼓勵啲朋友咧就唔好偏食噶，咁啊最好就樣嘢都食啲啦。咁例如保健品要食啲啦，就算有陣時咖啡啊，我哋都可以食啲。但係咖啡我哋可以飲得更加會好啲嘅，有啲咩幫助可以更加會好啲嘅咧？首先我哋要知道自己身體嘅變化，一切嘅病源咧其實都係由炎症開始。咁點解身體會發炎咧？首先我哋要將我哋自己嘅細胞嘅含氧量咧提高啦，即係點樣咧就叫提高我哋嘅抗氧化。咁抗氧化其實係咩嚟？都係維生素嘅一種嚟嘅，同埋可以將血嘅含氧量咧提高。血含氧量提高嘅話，我哋嘅細胞自然咧就會有力。嗱，喺我面前呢一個咧就係4合1嘅馬來西亞咖啡。點解我今日會講咖啡咧？咁啊飲咖啡咧就當然係會有提神嘅作用啦。嗱，好多人以為飲咖啡咧就係提神咁簡單。咁咖啡咧我哋可以將佢生物利用度提高啊。例如乜嘢咧？我哋可以將咖啡裏邊咧加一啲薑黃粉。薑黃粉咧，佢對消炎嘅效果咧係非常之好。咁佢配合埋咖啡咧飲用嘅話咧，佢嘅生物利用度咧就會提高好多。咁有啲朋友亦都可以再加埋胡椒，胡椒再加薑黃粉，再加埋咖啡，呢個配搭咧絕對唔奇怪嘅，係入口非常之好嘅，大家都可以試下。嗱，點解薑黃粉加胡椒再加埋咖啡會有一個生物利用度利用得好嘅原理出嚟咧？嗱，其實係一啲都唔難理解嘅。咖啡佢除咗可以提神之外咧，將我哋嘅細胞喚醒啦，咁跟住薑黃有消炎嘅作用，都好大嘅抗氧化，即係抗老化嘅作用。嗱，再加埋胡椒粉落去嘅話，就有一個活血嘅作用啊！嗱，我哋飲用嘅時候呢個成分比例係點樣呢？例如你係1包嘅咖啡粉啊，1包嘅咖啡粉，咁啊再加薑黃粉嘅話，你可以首先嘗試1/3茶羹或者係半茶羹，咁而呢個胡椒粉呢適量就得噶啦，唔使搏命落去嘅，咁個效果呢嚟得好好。最簡單嘅實證點樣可以知道呢一杯咖啡飲出嚟嘅效果會同其他咖啡會唔同呢？例如你平時飲開一杯咖啡，你就咁飲一杯咖啡嘅話，你可能維持到你個提神精神度呢，可能只係得2至3個鐘頭。但係當你加咗薑黃粉，再加咗少胡椒粉落去嘅話呢，你嗰個時間嘅長度呢，起碼係多1倍嘅。嗱，朝頭早一杯咖啡，你可以飲到佢嘅提神功效啦，可以同你活血，可以同你消炎，可以加埋你嘅抗氧化。咁其實呢一杯都不失為一杯好好嘅健康飲品。嗱，喺我面前呢一盒呢係4合1嘅咖啡，係馬來西亞原裝正版嘅咖啡嚟噶。咁佢有榴蓮咖啡啦。嗱，呢個榴蓮咖啡呢，佢個味好得意嘅。榴蓮唔會搶咗咖啡嘅香，咖啡亦都唔會搶咗榴蓮嘅味。你會飲得到有咖啡同埋榴蓮嘅香味出嚟。咁另外佢有白咖啡啦，咁又有無糖嘅黑咖啡啦。咁啊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味嘅馬來西亞嘅咖啡同埋拉茶。當呢個咖啡同埋拉茶咧開出嚟飲嘅時候咧，你會直情係覺得你自己係置身喺馬來西亞嘅現場，因為呢個咖啡咧係講明冇落咖啡嘅香精，係100%原本喺馬來西亞嘅味嚟嘅。嗱，喺我面前呢盒咧就係4合1嘅馬來西亞嘅咖啡拉茶啦。咁佢裏邊就有8包，2包嘅白咖啡，2包黑咖啡，即係齋啡。咁另外就有2包嘅榴蓮咖啡，另外有2包就係拉茶，都係100%原裝進口嘅馬來西亞口味，唔會溝香精咯。好啦，咁跟住咧，我哋可以配合埋胡椒粉落去啦。咁胡椒粉咧，你揼幾下就得噶啦，唔使落太多㗎。咁跟住咧，就再配合埋呢一個薑黃粉。薑黃粉咧，你中意嘅話可以落到初飲嘅話，你就落半茶羹啦，半茶羹落啲咖啡嗰度，完全唔會蓋咗你嗰個咖啡嗰個味咁，但係你嗰個營養成分抗氧化咧就會多好多啦。咁變咗你呢杯朝頭早嘅咖啡拉茶嘅話咧，非常之咁有益健康，同埋保護到身體抗發炎，同埋增強抗氧化。多謝大家。嗱，今日嚟到咧外景拍攝啊，就去到澳門一個老人中心嗰度，咁啊同老人家傾偈啊，咁啊其實啲老人家咧都好多人同佢傾偈嘅，一講開佢想當年嘅話咧，佢就會係咁個咪喺度講噶啦，咁啊等我哋傾下偈咯，嗬，咁啊有啲就以為自己聾，其實佢唔係聾啊，佢係好精靈噶，咁啊有啲又以為自己行唔到，其實又唔係，佢係行到，不過係冇人得閒幫佢哋行。糾正翻佢哋，咁例如好似呢位老人家咁樣啦，咁佢就成日以為自己冇力行啊，咁啊
有啲物理治療咧幫咗佢之後咧，咁嗰啲肌肉有翻啲力嘅話咧，咁佢就可以自己企得翻行得翻。咁呢個都好事嚟嘅。咁另外旁邊呢個咧白色頭髮嗰個婆婆咧，咁佢就97歲，97歲咁啊，佢成日話佢自己聾，其實邊度係聾咧？同佢傾偈嗰陣時，佢都唔知幾精靈，跟住佢數1、2、3隻，佢又數到出嚟，同佢講啲乜嘢佢就答到，只不過係喺老人院度咧冇人同佢傾偈，咁佢就以為自己聾咗，其實根本唔係聾。今次我哋嘅運動量咧就要大啲咯，我哋手腳一齊喐咁樣好唔好？手腳一齊喐，咁啊再數埋啊！嗱，1、2、3、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好叻！